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6月28号，我们今天早上的灵修每日灵粮，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16到24节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16到24节，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每天灵修的时候，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的内容是按照总会的三读三导的内容来安排的经文，但是我们取其中的一段来读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针对这段经文，我们来仔细的研读，并且能够来了解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哥林多后书8章16到24节，翻到我们如果有圣经，请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，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，一起念，请。多谢上帝感动提多的心，叫他待你们殷勤，像我一样。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，但自己更是热心，情愿往你们那里去。我们还是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，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。不但这样，他也被众教会挑选，和我们同行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。可以荣耀主，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，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，就挑我们的不是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。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，这人的热心，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，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，就更加热心了。论到提多，他是我的同伴，一同为你们劳碌的。论到那2位兄弟，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，是基督的荣耀，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，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他的话，还有听他话语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保罗所记述的一段的一个经历，就是他们在教会遇到一些的饥荒的时候，特别当时有一些的饥荒的时候发生，在某一些的地区的教会受到一些的亏损，所以在一些比较好的地方，或是比较生活上比较没有受到影响，或在生活上比较富裕的教会，保罗希望这些的教会能够发挥爱心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跟捐款，来帮助一些在困境跟患难中的教会。所以当时保罗就特别派了提多去收这样的一个捐项的款项。那当时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已经有这样的安排，或是已经先通知了，在教会里面需要预备这样的捐款。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他差了提多去，并且还同行的还有另外有2个人。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这2个人的名字是谁，但是有人说有可能是路加，或者是巴拿巴，或者甚至有可能是亚波罗。但是无论他们是谁，在这里都提到说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，是基督的荣耀。保罗在差派这些的同工去收这些的奉献的时候，他不是随便差派人去的，他是很用心的，而且他知道要差派让人可以信任的人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所选的同工，我们所选的服侍的人，也应当是忠心的，能够来服侍众人的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能够看到教会当中我们要培养合适的同工来服侍上帝的众教会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平安。